勸人戒賭咧，就等於謀財害命。呢一點咧，我深深體會到啦。琴日咧，我發咗一條關於大 A 行情嘅個人觀點，一日時間啫，個後台即刻就炸咗，好多人留言評論，不停咁鬧我，話我唱空中國股市啦，話我踏空冇入貨啦，心理唔平衡就打擊佢哋自信心啦。其實我又何嘗唔係芸芸眾生入邊嘅一條韭菜呢？若果我嘅心理承受能力差啲的話，可能都俾你鬧到崩潰啊！可想而知，依家呢一屆嘅韭菜個個都信心滿滿、意氣風發、眾志成城，誓要向股市高歌猛進。好耐都冇見過中國人咁喺齊心噶啦！嗱，呢個視頻呢，你哋先點讚收藏，立字為據。半年之後，若果你仲賺緊錢的話，你翻嚟截個圖等我睇睇，睇下仲有幾多人能夠笑住離場。最後呢，我祝你哋旗開得勝，滿載而歸，股市長紅，精神兄弟！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